立委大罢免，即马各地头拢伫咧滚假，罢免团体下晡也去到中选会，交第二批11位国民党立委第一阶段的罢免提期联署书。联电创办人周兴成宣布，要做罢免刺卡心的领衔人，指控这南北两党的这立委呢，甲这立法院变做是中共在台指挥部，准备要来信通外鬼。那国民党立委鲍坤琪、王宏伟、罗志强因也表示唔惊罢免。另外，民众党团总调这黄国昌呢，也伫咧面册顶头号召志刚，要发起罢免民进党立委。花口河要拆除反共立委大罢免，国家全台罢免团体齐集，各地的中选会交第二波，甚至系国民党立委的第一阶段罢免提期联署书，并团强调这毋是受粉饰罢免，是爱台湾的行动。联电创办人周兴成也出来力挺，担任罢免拿回刺卡心的带头人，指这场大罢免是台湾的背水之战。这些蓝白立委是特洛伊木马，已经把立法院变成中共驻在台湾的指挥部，准备和中共里应外合，让台湾被中共吞并。目前中选会首条立委罢免案第一波国民党立委包含王宏伟、李干秀、叶冠之、卜坤琪等19人，第二波加上罗志强、徐卡心、赖树宝、洪明凯，共计新增12人。国民党也用罢这罢包含吴思瑶、吴派玉、苏卡辉、蔡其昌、林俊宪、王定虎13人，总共44个男立委被锁定罢免。国民党团七早下晡举行新会期，党团三长就职典礼，中调卜坤琪、书记长王宏伟、首席副书记长罗志强拢伫罢免名单。在这新的会期，虽然面对赖清德推动的全国性的大罢免，这也是台湾自治史上的第一次，但是呢，我们会勇往直前，我们会承担民意，跟我们所有的支持者保证，我们会无所畏惧。勇往直前，坚守岗位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甲党团干部参加就职典礼等现行会议合作。黄国昌也伫面册宣布造读立会变行动，号召志刚罢免立委，一起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，反对民进党走向威权独裁。把民众党拉到了一个深蓝的光谱光谱的深蓝那一块。针对黄国昌第一波行动点名吴思瑶、吴派玉，吴思瑶反倒批评黄国昌违选党主席，将国民党立委兵标签不合长期就是赤脚的是中共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